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空手而回。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何时才会出现呢？欢迎来囡仔呀囡仔姊，今日哦，咱要做伙来摕宝藏。啊，你平常是教咧讲台语无？有哦。啊，拢甲谁讲？拢甲厝里的人讲。吼，甲厝里的人讲。啊，今仔日哦，拢莫紧张，尽量放好轻松。啊，尽量讲，啊，莫紧张哦吼。小龙喜欢来啊！守护宝藏是我九门神，打开智慧爱做智慧之神。训练的囡仔遐囡仔姊，也个秘密队长，大家好。秘密队长，你敢知影？我最近哦有咧看一个红仔册，啊，这个红仔册的主角哦，伊只要食这个培灵啊，这个气力哦就会变甲足大的。安尼我想要问小朋友啊，若是有今仔日咯，互你食一项你无介意食的物件，啊，毋过会当变成足大气力的人，小朋友，恁上无介意食什么物件？苦瓜苦瓜是安怎无介意食苦瓜？无好食，无好食。猪吧，哦，猪吧，为什么你无爱食猪肉？因为敢若食起来怪怪。还是有一个臭肉味？有时阵有，有时阵无。哦，猪血味安尼，猪血味。处理甲无好。盐水，盐水是安怎？我无介意伊的味。哦，青味安尼。我偷偷啊甲你讲哦，阮现实嘛无介意食盐水。哦，青味较重。我上无介意食香菇，香菇？为什么无爱食香菇？因为香菇食落去会互人有一种想要吐的感觉。哦，啊，毋过小朋友，当然哦，拢袂当惊食，因为哦，这物件拢对咱人体有帮助。安尼知影无？啊，记得哦，来到新店绝对袂当紧张，爱放轻松，才会摕到金箍箍哦。即马训练的囡仔遐，囡仔姊，摕出恁的精神，也个可以来大声讲出恁的队名。我是香灯快乐队，出发！欢迎光临。来，小朋友，来，咱来到这个所在嘿。来，咱徛这。嘿，别！嘿，蔡实，你这摆是安怎啊？你是去有单调还是有身体出问题啊？哇，有够水的啦！啊，哇，看袂出来我咧创啥嘛？不是你刚刚是咧？小朋友，你应该互我一个面子吧？你应该知影我咧创啥吧？丢狗！跳高，靠吉他。靠你一个机会，伊是一种运动，跳舞，这个高空的跳伞啦。安尼敢有参与过什么较刺激的活动，还是运动？云霄飞车，云霄飞车。哦，文霄飞车，这介刺激哦恐怖的呢。敢有其他刺激的活动甲运动捌算过？肉球，啊，肉球，肉球捌算有淡薄仔刺激啊。敢有无说你结着面过？我是啃的迄个。你是啃的咧？你种粗残的呢。啊，请问你捌去用啃着过？头先我有听到你唔敢食盐水对唔对？哈，系啊，你感觉讲捡球啃着较疼，还是捡盐水啃着较疼？盐水对唔对？你足臭的啊！你我若坏，你规把盐水夹过来哦，迄比捡枪子弹着较艰苦。做恶梦啊！嘿，做恶梦。好啦，听起来是介绍讲台语，你是对倒位来？
婚礼嘛，好哦，准备好啊未？好。来哦，准备接招，现来噶！叫阮的名，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伫规定的时间内，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若伸到一尾鱼，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看到的偌济，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甲你问一下哦，你若去游乐园啊，上喜欢耍什么游乐设施？头先有讲到云霄飞车，云霄，啊，敢阁有其他的？玲珑马，玲珑马啊，玲珑马就是咱讲的旋转旋转木。木马，玲珑马啊，新红呢？吊拿，哦，你嘛是迄种足屁事迄种，迄吊拿坐愈久，啊，你吊拿看光景还是咧困？困，叫我摇着啊！伊讲伊坐吊拿咧困啊，因为迄一抓坐落来差不多爱20分无，应该会吧？哎呦，嘿啊，差不多爱。好，我感觉因遐囡仔即摆目前体力甲状况拢真好啦。好，加油哦！加油哦！来，要开始喽！现代卡来，好，啊，较头前的吼，好只，来有哦。安怎念？形，有形对，勇敢要甲讲出来就对啦。来，看伊讲，计俩屁，嘿对，纪念品。来来来哦，速度时间来10哦。会场，好吧，pass 把紧，袂晓就 pass 把紧，好，加油哦！吉祥物，吉祥物，好，吉祥，哇，啊，无对，手边，喂，头先有讲到哦，海产船，嘿对，海产船呐，海产啊，来来来，加油加油，看我较准的，看我较准的，看我较准的，有，踅踅杯，嘿对，踅踅杯，踅踅杯就是咱以早算的，这叫做要 pass 无？好 pass，啊，这位，嘿，加油加油！玲珑马，玲珑妹水哦，游玩车，游园车、游园车、游园车拢会用的。射啥？社会表，射飞镖，射飞镖，啊，这位，射飞镖对吧？吊拿，嘿，吊拿，嘿，勇敢讲，尽量讲，对。花头一零，嘿，水哦，花头迄面。过头啊！看我较准的。哈啥？哈头，哈豆，嘿，哈豆，热狗，哈豆。我来记吼，龟仔厝，嘿，对，几啊厝。过来一个。关小火车，嘿，云霄飞车，唰，有无？会晓无？哦，错，好，无紧唔对，咱来去游乐园爱买啥？门票，门票，你看门票，迄个 M 开始门，哦，门票，做伙念一解。门票，嘿，啊叫顶悬迄个安怎念？古，剧剧场，剧场，剧场，好，咱加看加念一下就响。啊，再来，安那？排队，排队，啊，踅踅杯，大家敢知是啥？那个咖啡杯啊，嘿，对，咖啡杯，好，啊，搁有花啥？花头一饼，就是真非常的欢喜嘛，花头喜面。头先是毋是我安尼甲你比，你就知影？啊，花头，花头喜面。好，来看觅啊，恁拢总得到13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厉害！加油哦！安尼说来，后一关准备接招，现来个。爱讲才会赢，三个人会一直耍位，轮到想就爱来回答。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第二阵
话恁爱甲我对决，若是赢我，买当摕到金箍箍，准备接招啦！汉神今仔日来小朋友，伊住伫咧云林，云林哦，伫因的国小边仔有一条溪，迄条溪足水的，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一下。云林县伫阮学校后壁。嘿，较早期的时阵，水做清气的，是。因仔拢介意伫遐耍水、掠鱼，亚伊哦。然后大人就伫遐洗衫，是。好所在。哦，赞赞从赞。商业出现后，那个规条溪啊，嘿。草拢是粪扫。因为工业、商业发展啦。讲说叫派人去给他这是啥？来甲看起来，哦，看起来，粪扫看起来。挂甲伊扛起来。用挂甲伊用挂甲扛起来把溪啊挂甲伊扛起来。对。哦。毋过，迄臭味拢无散，拢无走去啊，所以。拢无改善的对。对，所以最后政府派人来清理。即马落尾，即马云林溪就变成大人带囡仔、迄男女朋友来翕相、佚佗的好所在啊！哇，赞诶！你厉害厉害！伊讲到我真正想要带阮某囝去遐行行的我嘛想要带阮家狗仔做伙去行行啦，翕相啦。敢还有人要补充？欢迎全国的好朋友来我的云林县佚佗，我会当带你去四界行行咧。多谢多谢。有只甲你联络。老真歹，真好，多谢恁的介绍。好，讲到真正最想要去看卖啊！哇，一定足水的。要来出题无？听清楚哦。请讲出有台也是文的这个字的词。台甲文，台湾。台语、台南、台西。好，真济啊，真济啊。文旦吗？文章好，来开始。听大家，台湾。好，对。文章水。台语好。文种。哦来，唔对，要紧。来文书对。台南好。台广播电台。好对。台和平音。哦对。和平音会用啊，台。文旦。还有啥物文？国文好，国文对。台。炮台对。台。舞台对。台。港台好对。来台北讲对啦，台北对。文个你表现者。文化对啊，文化。真好，文个有无？你有想到文？文弱书生。哇，你哪只甲我讲？文官。还佫有啥物台？徛台，我为你徛台。徛台，我要去云林县替上徛台。嘿，一票一世情。嘿。上台嘿，上台。厉害哦！厉害，好，来真济，恁得了13题，摕到半个金箍箍啊！好，题目就是讲出头前压的词，压的词就亲像阿公、阿爸、阿母，第二个是讲出后壁压的词，狗啊、猫啊、鸡啊、猫啊，好。开始啊，听大家，头前阿母好，头前阿爸，后壁鱼啊，后壁猫啊，后壁虾啊，好，差不多。
后壁，拖啊，好啊，头前，阿里山，啊你说哦，赞哦，头前，阿鸟尾，啊了回来，后壁啦，阿鸟尾，阿鸟尾啊，鱼啊，虾啊，鱼啊虾啊，有啊囝，有啊囝，啊，潘呐，索拉潘啊，啊，七啦，阿里不达，阿里不打，阿萨布鲁，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对啊，这是名。阿里巴巴嘛谐音哎啦，好好。啊，哎呦喂啊！哎呦呀，差不多啊。好，这样子，真厉害。好了，两题拢对，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两个金扣扣啊，上尾关准备接招，现在卡。总共一句，两个人把动物赶返去因的厝，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你们早赶起来进前，讲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扣扣。探险队员，恁的骹手要较猛哦。即马要来甲咱非常好介绍婚林的小朋友问一下，恁敢知影我甲阮这两个字安怎使用？我就是家己，阮就是阮，大家。阮就是阮，阮就是阮，阮大个，其实无道理啦，就是有包含有。包括着我伫你。咧内底，对一群啊，也是我家己，就是我。哦，真好哦，安尼你会使记一个例无？嗯，我是一个人，阮是一个团体。哎呦，哎呦，哦，这赞的呢。简单搁清楚。啊，请问你要试看无？嗯，请问，我无爱烟水，阮无爱烟水。对，包括我甲你，对不对？我安尼大家拢真清楚对啊这厉害迄个观念家己起来就好啊。好啊，即马咱请就位。就位。现在噶来。啊，开始啊，手啊也较悬的哦。啊，这较出来嘞。哎，赶唔到位啊！弄小囡仔啦！较紧嘞，再来一次啊！好，来，紧点来。较紧嘞，再来一次啊！好，来，紧点来，来。我听讲最近的电影真好看。好，水来，好一题。好，四卡，较大来。加油啊！加油！唔好拍着阮的四卡呢。好，对，来遮。下红景的阿爸去开冰箱。嘿，对。好，来9先了。较紧嘞。来，苦干嘞。K，然后咧 K 那拍。好，哎，小朋友来。先我袂使透9啊。有一个生锈的头啊！这生就是头啊！阿米亚，加油！是讲爱有耐心。加油！先讲你若搁拍着阮兜的动物，我就甲你拼命哦。你袂当爱口动啊！囡仔爱有耐心哦。差一点啊！会记啦。好，来。我阿爸若会晓煮饭，搁会晓拍拼。好，水，好，真好，时间搁有10秒，来，咱做伙出来复习。第一题，听讲，冠军你搁试者。我听讲你的阿爸生甲做缘投的。哦。缘投哦。好哦。请阮搁试看卖者。我听讲你要去台南佚佗。真好。好，咱来看后一题。冰箱甲暗巾，就是围巾嘛。哦。暗巾。我小妹无细哩甲眼镜放咧冰箱内底。这出现。嘛真好。请阮要试看无？请
像的甲暗经靠在冰箱内底。像呢？像，到底是像？真厉害嘞！真简单，啊，拢甲词拢倒袂去啊，真好造句。好，后一句是生想甲土啊。有一个生想是土啊。嘿，真简单，有一个生想是土啊。啊，还有无？我同学的生想是土啊。哦。土啊是生想的一种。跟到变买诶，土啊后一个生想是气有好土凉。还佫先算一下。好，真好，来上尾一题。那虾米？毋那安怎？搁安怎？先放，先试看卖者。伊毋晓会晓，毋那会晓。有哪会晓唱歌，会会晓跳舞。啊，真水，真水，真牛，真牛哦！即阵小朋友拢真就好做。我讲的，这里。好，咱来看吧，恁拢总4题拢对，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水哦，要来摕宝藏啊！敢有信心？敢摕到咧，现来讲。对啦，来到这就是欢喜学台语，嘛是欢喜讲台语，对毋对？欢喜就好啊。哎呀，尽量讲。莫想这么好多。啊，3届的机会要先选倒一个动物。就好。就好。小朋友拢介意就好，好。安尼手甲扛起哩。轻轻3个金箍箍，第一个金箍箍要互就好。我讲请起来再起来哦。好。来哦，请起来。哇，真准！颁奖。摕到的是趣味倒椅。哇，那真好啊！这不过是新的哦，毋捌出现过哦。这倒伊就是吼，会使互你熟悉所有的台北哦。重点是啊，在拍开的时阵，你爱讲天来个。哎，对咧，这个有咱的大心神呢。算的时阵。哦，真好哦。咱即摆加拿拍开，啊来发心来讲吼，来，一两三拍开。心来甲。我大概听到心来甲这3个字，规人充满力量。哇！搁一摆。好，真好，感觉太好啊！哎，希望大家哦尽量讲台语，而且伊这就是倒椅嘛，啊，你讲透过算这倒椅来熟悉台北，真好。哪算哪用台语讲遐熟悉的所在哦。是，台北所在。对，啊，早登去婚礼，甲恁的迄个小朋友做伙分享，啊嘛感谢你今仔日介绍恁这尔啊水的婚礼，互声甲吹落一个。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欢喜讲台语。